大家好啦，今日嗱 iHockey 其實未咩嘅，即係第一次試一試做嘅啫。如果真係有咩事先至再算啦。iHockey 其實就係香港人開發嘅 game 嚟嘅，即係之前都有做。咦，今日好似喂收禮物喎，好似哇，正30抽即時撲街，好嘢！即時睇人哋睇下邊個撲街啦，咁冇獎金。贏頭馬，好在，先贏第一場頭馬。咁基本上睇練馬師指示就得㗎啦。呢啲又揦你啦，呢啲嗱4場國際賽。好啦，冇講我杯，好啦。就好似 Star Horse 咁玩嘅啫，其實。不過我唔會落黑啤咁鬼仆街咯，落咁多嘢做咩啊？咁又唯有實戰抽卡啦。今日不過今日冇咩特別喎，今日。就開咯，我睇下乜嘢嚟啦。哇！屌，情深義重。你送得鑽石嚟咧，我預咗要開你㗎啦。我睇下嘥嗰一邊啦。咁當然我梗係兩邊㗎啦，我有嘥又有明嘅。呢邊就其實播嘥多嘅啫，因為我都唔會真係咩啦。我跟住落嚟高松宮紀念睇下啦。好，優直布羅山2號午夜鳴琴，3號上多湖，4號印族之福，5號黃鐸，6號多旺達。咦？呢場唔係呢場電腦賽嚟嘅，跟住愛玲傑、月影雲霞、颱風翠絲、遠大前景、花旗熱爆單區啦。咁樣就多旺達啦，多旺達。花旗啦，花旗6、7、11啦。咁連贏位6、7、11啦。咁鐵角啦咁樣。
又報啦，其他啲馬具嗰啲我哋唔喐佢，睇下會有咩效果啦。嗱，真係有禮物包喎，送525枚金幣，維他命4件，粟米皮4件，最仲有鑽石30個，呢樣嘢先緊要啦。要做全勝就真係難啲嘅。好啦，好啦，做直播啦，咁就準備啦。好啦，開閘嗰陣啦，就睇你出下。而家前面首先咧第一隻突咗先咧就係9號颱風翠絲，跟住200單區內愛寧傑，跟住遠大前景，跟住咧就係花旗啊，花旗跟住咧就午夜鋼琴、鳴琴啊、多旺達，然之後就月影雲霞，跟住咧就6號喎，跟住就係8號、5號、3號黃渤啊，跟住咧就係到嘅個上多湖同埋最後直布羅山，而家跑咗一段時間㗎啦。咦！但係突然間變咗右轉嘅，點解唔係左轉嘅咧？高松宮紀念而家仍然都係颱風翠絲啦，仍然喺前面，跟住咧就係12號嘅熱爆單區啊，跟住就係7號嘅愛寧傑，然之後遠大前景花旗，跟住落多旺達，跟住咧午夜鳴琴啊，跟住而家黃渤咧，好啦，而家首先第一隻啦，直布羅山開始喺度追緊㗎啦，跟住中間咧就有花旗，而家咧殺緊上嚟，仲有多旺達啊！上多湖呢啲咧就上多湖直布羅山，而家突然間衝緊出嚟11號仍然就係花旗，花旗考第一，考第2名咧月影雲霞都係6號啦，61。16倍，買乜柒啊？中咗啦，61。跟住啦，跟住嚟唔好亂嚟住啊！操咗馬先啊！
44秒啦，揀下馬先啦，38秒跑啦。狀態對版啊，由1、8、12。好啦，咁啊直播就最好啦，有得睇下仆街啊！好啦，免稅店杯隨時俾波，準備得起步迪倫啊，范德洛啊，閃亮加州，然之後咧無聲06啊，前繁花市錦啊，季麗多寶奧飛星蟲，跟住咧就係、迪倫啊，然之後風馳新路向，跟住帶來吉利，然之後上月，跟住萬望族啊，然之後呢一跑嗱，而家上緊準備仲有1400米，而家前面咧就係、上月萬。閃亮加州萬德樂，跟住無聲06啊，季麗珍寶繁花似錦奧飛星蟲，跟住迪倫啊，後面就係阿風馳啊，跟住咧2號咧就新路向，然之後就5號帶來吉利，跟住咧就係阿望族同埋呢個嘅上月啊，而家跑到仲有差唔多1000米到，仍然都係冇變㗎啦。而家睇下，而家咧前面而家距離都6、7個馬位到啦，仍然都係上月帶喺頭啊，跟住咧就係阿望族啊。一個帶來吉利，跟住就新路向風馳，跟住咧就迪倫啦，然之後就係有呢隻嘅繁花似錦啊，奧飛星蟲，跟住無聲06，然之後季麗珍寶，之後就萬德樂同埋呢個閃亮加州嘅。好啦，而家準備轉緊彎入緊直路啦，前面仍然都係咧閃亮加州喺前面啊，仍然都係冇變㗎啦，仍然都係閃亮加州，而家上緊閃亮加州。你睇下第一隻上緊嚟追緊佢嘅，首先係季麗珍寶，而家季麗珍寶係上緊嚟追緊佢，跟住仲有隻就係望族同埋呢個嘅風馳，而家都上緊嚟風馳啦。而家望族已經係喐咗啦，望族咦，望族差唔多啦。跟住萬德樂搭呢個季麗珍寶，望族追嚟追去都係死，追唔到望。季麗珍寶跑第一，萬德樂第二，望族第三，17倍 Q。仲正常啦。沙田短途錦標有2分鐘後開跑，而家啦，優地洞山2搖2號夢幻舞台3號起黃堡4號麥奇島5號健康快車，跟住6號沙貝尼7號安小姐8號大上色9號奇用將10號共創未來11號新不立風味12將小將 B。咁呢場咧，其實睇下先啊。4、7、12啦，3個買人挑啦，好似4、7、42、72都好熱㗎啦。咁你要點先歸盤咧？4、7、12，咁你冇理由買點？你冇理由話食白唔住買贏粒糖書間廠，所以我勸你唔好買啦，其實。而家啦，總隻㗎先啦。
G1以上。咁睇睇先啊，兩邊我都唔記得操添。因為新嘅一天嚟咗，要重新登入返，需要登入返啦。咁呢個時候有返獎賞啦，又獎返200。大阪杯真係到我出馬啦！喜蓮巨星、揚眉飛飛、共創美好、魔法萬應、神威啟示、馬力好、天之吻、愛十足、帝王城堡俾人評準一班馬，雨中熱舞俾人評新馬士考，大陣能夠做二王一，因為其實就5-12啦，單個就5-12一支車落去，點知係熱門。唉，冇得賭啦！我冇理由買我自己嗰隻㗎，我都費事買。真係自己買。帝王城堡完成賽事好啦，跑完。咁跑完又我要縮程，咁又要再跑。及時出輸咗啦！注意！唉，咁又差唔多啦，咁樣都其實操練就係咁操咯，即係其實都係睇自己真人玩嘅咁，其實可以玩到幾多場啊？其實我哋而家盤落幾多場？
跟住連續21分鐘都有我哋要報名㗎啦，跟住連續報足6場，除咗東進錦標之外，都明顯係好似玩 Star Horse 咁樣，不過係真人撲街，睇真係睇真人撲街嘅啫，真係。即係開俾你就開俾你，唔開俾你咧就冇用嘅。開俾你咧就真係開俾你嘅啦，唔開俾你咧都冇辦法。即係唔通我哋走去轉腳為騎師，真係轉腳？但係講真嗰句咧，如果真係為騎師轉腳，真係都好嘅。我仲可以抽多隻嘢，得閒過頭。唉，買多隻啦。反正遲啲嗰邊5個馬房㗎啦。活力歡騰氣老闆真係。咁趁呢個時候得閒個頭就轉下片先。哎呀！有啦。真係都幾好睇嘅，睇下隻馬咧。係喎。仲有2分鐘開跑就睇下咩賠率先啦，咁始終都要睇下。嗱，1號自豪，2號風花雪月，3號密州遠曲，4號翠月，5號夢幻舞台，6號陽明飛飛。咁啊7號就將南幸運馬主有12，8號。9號係馬力好，10號名將間福，11號計得精彩，12號灌木叢。咁樣呢場賠率第2就係幸運馬主次滿自豪，第3熱門就第2門次門計得精彩，第3熱門就自豪，第4熱門就係灌木叢，第5熱門就係將南。我睇下評語啦。跟住認為將南質心未夠，咁有冇機會爆咧？咁啊，真係要買翻場面嘅。咁買翻冚連贏啦，咁樣就嗱，正路啲幸運馬主係有機嘅，幸運馬主跟住計得精彩又懶咗啲喎，計得精彩又好似有啲，咁啊真係唔知啦，仲有1分鐘開跑。咁就去廣告。去廣告。自分の予想スタイルができれば競馬はもっと面白い。
柏木修歩の日刊競馬。好，歡迎翻現場。咁又仲有開跑啦，咁又開跑。又主席錦標，隨時標喎，預備。起步首先第一個精彩係彈咗出嚟嘅，跟住幸運馬超新月灌木松將南密州怨曲明風雪月名將間風，然之後呢，就係呢個嘅風花雪月名將間風，跟住翠月，然之後就係呢個嘅夢幻舞台自豪跟住就陽明飛飛，然之後就馬力好包尾嘅。而家你跑咗呢600米嘅啫，而家你跑最後1000米路程。好啦，而家睇下最後直路啦。而家前第一隻突咗嚟，首先計得精彩突咗嚟，第一隻追就係翠月然之後名將教風亦都上咗嚟啦。我哋當自豪定一上得好快跟住仲有灌木松幸運馬主喺中間。而家4號翠月係上緊嚟，1號自豪喺外檔揾到位嘅，4號翠月打緊自豪追翠月喺度鬥緊自豪追緊上嚟，要追越狠翠月跑第一，自豪跑第二，跑第三名名將間風。翠月跑第一，川田將人嚟嘅芝士蛋糕，恭喜晒練馬師芝士蛋糕。2號第二名自豪就呂卓賢騎嘅，恭喜晒大嚿石。咁賠率大彩呢就派9.5倍嘅喬喬，4搭10隻10冷 Q 啦，眼 pace 名將間風真係犀利啦。